嚟咗香港之後，一直以嚟大多數時間應該都係住喺嗰啲宿舍裏邊，所以好多嘢都係喺家舍度學習到嘅。因為住咗家舍入邊，你唔係單純就可能住喺入邊，佢仲會有一啲課程啊，有啲嘢去教到你。所以比如話一啲生活習慣，你自己可能都會變得會好啲，同埋會獨立啲。之後我嗰時都準備要揾工作。但係我又好迷茫，又唔知可以做啲咩，又唔知自己個能力啊，或者嗰啲有咩技能可以做到啲咩工作。咁後來家社就介紹咗一份嗰啲實習嘅工作，喺一個長者社區中心度做。之後我就過咗去實習咗半年，啲人都好 nice，同埋佢哋都教到我好多嘢，我就覺得喺度做都幾開心，同埋幾舒服。咁我就諗住喺呢個方向繼續揾工作，好似都幾適合我。咁我又之後半年實習期到咗，咁我就揾到一份喺救世軍，即係嗰時候都係離家舍好近嘅嗰間嗰度做，做咗幾年，都做得好開心。我又想自己再可以上升啲，咁我又揾到一間做嗰啲秘書，其實都做得都 OK。我有諗過想去嗰啲 working holiday，但係嗰時可能太細膽，一個人又唔係好敢去。咁之後就無意中就認識咗而家呢個先生，咁佢又喺美國。我個老公呢邊佢哋屋企人都有認識一啲教會嘅人，我就試下跟佢哋都去下，因為之前喺家社嘅時候都有去過，咁之後呢邊都有，咁我就去試睇下，嗰種感覺其實都差唔多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